2016年11月，一群中华地区的高中生，当地去参加田田来佛去中游的纪录片呈现。地图为突出6个高中生，用很简单的方式对台北转到中华，一个想法印证来佛。伊咧本人喊做是台湾新文学之父的中华行人。来佛1894年出世，第2年日本就来统治台湾。也一生人落成用文史创作，来反抗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作品地图尽用人土主义精神，对下后的台湾文学产生动态的影响。这个作品一间村子地图，是写伊咧吹犯的受到日本警察东王霸的欺负，反映出这样时殖民社会下台湾人的处境。这篇文章是亚下高中生。属是日本时代台湾作家的重要作品。台湾写反殖民的那个日本，一从20年代到30年代到最多20年里面的反殖民文学里面，没有一篇文学是有暴力的，而且都是被统治的可怜啊，洋人的可怜，农夫的可怜啊，被剥削的可怜，没有一篇是说起来跟他拼。没有，更不要讲说把他杀掉，把日本警察、日本统治者杀掉，更不可能。唯一的一边就是一杆正仔。100年前，19岁来佛伫总督府医学校读书，并寒假的时节，佢老同学也就是下后的台湾医学之父涂聪明，用沙做盘对台北行转到中华，行踢5年。过後，佢用醫生藝術漢詩寫出這樣時台灣的風土民情、社會現象，還有對底層人民的關心。我都跟別人說我以後要當總統。但他們說我好祝福。我愿意为保护我的家人，我身边的人，甚至我这片土地，我觉得我愿意做这样子的牺牲。可是很多人都说我是笨蛋，至少说我很傻。他先问我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跟好朋友、好同学在一起，我们会聊什么？”他先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你们聊网络游戏吧，不然你们会聊什么？”然后他才跟我讲说，人家赖和跟杜聪明他们从沿途走回来的时候，他们聊的是当时日本的殖民主义啊、殖民政策之类的。我就说：“他们夸太夸张了吧？年轻就那么伟大吗？”我在赖和跟鹿港都是当导演，我在鹿港南区有个人，我很喜欢逛庙，庙本身就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cosplay 是我自己的兴趣啊，它是表演艺术，可是它可以既是表演，它又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平面的那个，就是照片啊那些有的没的。从小我们都每年寒暑假一定规划说要去哪里玩，包含我们能看到的墙面上的那些照片，还有我们每年都会更换一张那个台湾地图，说我们今天去哪里啊，我会把它画下来。我想你今天的视野才会扩大。我可能会先去外文系先闯荡一番，先见识世界的文学。那之后等到大学毕业之后，研究所。再来读台文系，把世界文学跟台湾文学做接轨。就是我会把，就是奖杯这些东西就会先留下，就是留给自己以后怀念。可能以后想一想会觉得自己蛮酷的。我参加很多比赛的习惯，就是以前的非常多的奖状都有把它收下来。对每一件事情的一个探讨。他不会说非常的敷衍，他甚至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
没有行动的阅读是无效的，但是没有阅读的行动是盲目的。你还会背这2句？所以这2句是老师的名言。对，那我觉得这2句话可以内化成参加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理论啦。小时候我就很奇怪，很喜欢学习有的没有的。我每天1到4都有补习，补舞蹈、补武术、中国地理、劈叉，就很多。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对生命的一个增加生命的丰富度。我们也要适应孩子在长大，我爸爸妈妈也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慢慢学会放手这样。他很希望我赶快嫁出去啊，他都说人家就赶快出去吧。我觉得那是骗人的，那是骗人的。那个小时候，杨明会一直哭。那个小时候，杨明那个长指甲，然后就把那个脸抓破了。他爸爸就会说，我觉得那是最初的是最真的。他爸说最好抓得丑一点，这样就以后嫁不出去，就在家里陪我最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最初那个才是最真的，其他都是掩饰的。我觉得。待在家里就整天都是面对方形的东西啊，不是书就是电脑，不然就电视，都是方的。对，其实我是很宅的。从他小时候讲生出来，因为他有一些毛病，差一点就没办法把他养活了，是折腾了好几个月啦。本来我们是放弃的啦。爸爸的工作是目前那样。因为口腔癌开过刀啦，因为开刀后工厂说没有工作，比较少工作啊，然后就没办法让他去，所以他目前就没有工作。我同学都说我很老，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会觉得我为什么会想这么多。小6吧，以前就是慢慢画，就是配色都是直着，不用太去想。可是现在我有时候想不太起来，配这些颜色要怎么配。伊当想的是比伊的年实际年龄搁较老化就对啊。比伊所以伫咧国校的时阵就是安尼，伊的理想足大，理想足大，伊无想讲我即摆该做的是啥物，我是咧惊伊讲，伊的抱负伤大的时阵，就是会甲实际脱节，是较烦恼伊这方面。如果一天可以走30公里，我真的走。我很难动，不要很闲，可以，因为他们被你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这样明天就要出来。年下由台北东部花家途中寄回5日，死有三角影，沿中央山脉到头份，乃直向中港准海滨而行，山南海气，苏可对念。谢谢大哥。对，在从台电到我到这边是几段？1段而已。1段而已。好。
所以是15块。好，谢谢。总统府哎，哎，你未来的地方哎。这次旅程会经过台北，我是觉得应该是最好的，而且火车站应该是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像之前他们在那边讲的，说什么他们是天龙，我们身边中南部人说是天龙国，还是他们过台北市就叫乡下，还是什么什么，似乎有种歧视的感觉啊。好，歧视也好啦，看不起也好，还是说他们也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来看我们，就跟我们用奇怪眼光看他们一样。这趟地下街之旅不像逛街，反倒像是在一个未知的迷宫中探索。天龙国的地下城十分的复杂，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会迷路。我试着去感受这迷宫里面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来来往往的过客。说真的，我很疑惑，自己究竟是一个特别的探索者，或是跟这些忙碌的人没有差别。我们同处在一样的环境里面，拔掉摄影机，拔掉壮游的威名，在这地龙的腹中，我们也不过是走进、停留，然后走出，在地龙庞大的运输量上面记一笔资料，记录着我们到此一游。要了解一个城市，并不是只有抬头就够了，伸手、坐下、交谈，把眼睛放在那些常人不会去注意的地方，往往能在细节中发现部分的真实。虽然我一心想亲近那些底层的人，但在选择时，我依旧跳过了前面那位神色带点匆忙、眼神浑浊的阿伯。不可能下去啊！不用看了。你要溜吗？不要，杨敏有建设性的，我在跳高。杨敏，迫在眉睫，你知道我在踩那个。哦。没有，我怕你鞋子不够，抓第一不够，你会整个下去。那边要涉水。是没有通的。那边涉水。哇，没有做过这么冒险的事情，好酷哦！拜托，这条壮游的 feel 啊！耶，这边要怎么到那一边？那种就是忍者，好不好？哎，不用，这边是干的啦，从这边
下去就好。对啊，其实我们鞋办得到，可是我们背这么多东西，你没有把握啊。有点高哎。对啊，这边有点高哎，可能要用接的。这要怎么下去？行李一个人先下去，然后行李要小心哦。转身啊，你用趴的，身体可以垂直下来。另一只脚再下，另一只脚下。一个人在后面抱他啦哦。好，下。你让我做下心理建设啊！哎，前面你要不要先下来？再要一次多一点，我当然知道一次多一点。可是，不是，我是怕我的脚会断掉，我那个跟头没关系。我也是要多。好，安全。Finally。我不拍照了。你这样怎么拍？来踩大块过去哦，尽量不要踩小块，才会比较红。走的时候看脚下，不要看那个。脚下比较重要。坎坷水莲依，中有为先国姓鱼，凡人负债来饲香，换得花茶欢喜归。那你就知道干嘛的？这应该是抵挡政府用的麻具。这是对啊，这应该是巨麻吧？所以我们现在做完应该是把这麻具摆。他们整个聚在一个房间里面，找他们，超 Q 的房间。跟我打个招呼。来自彰化，然后我们都是高中生，然后我们就是参加那个课台一个节目叫《跟着赖河转》，然后我们就是有幸听到你们三英部落的事情，想要来拜访一下这样。对。不拜访怎么没有先打电话？那个有电话的，没有电话。好，没关系，你们那我们就走一走吧。想去走一走这边，了解这边的情况。对。好。就是因为复原的过程，每一栋都是不一样。对。所以对。好，所以我们待会就开始去走。要走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年人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地方本来是什么都没有，有的就只是废墟跟垃圾。带这个前提去走，就会很有意思，就会有很多的讯息在这个空间。也就2008年2月拆掉三义部落之后，内的工程车把房子拆掉，他还用一些机具把这里的地板给敲坏。那我们为了重建部落，这些垃圾我们就物尽其用，就从
大概200公尺远的地方，用人力的方式把它一片一片搬到这里来。大约在1970年代，台湾的工业发展急速起飞，工厂雇用大批年轻的原住民劳工，其中有一大部分来自花莲和台东。他们在西部成家立业，落地生根，居住地也被称为花东新村。1984年爆发了海山煤矿灾难，其中有1半以上的灾民是原住民。灾变之后，政府与工厂并未做完善的处理，他们便在三峡莺歌一带找到了一块与故乡相似的河边地，运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与收集来的废弃建材，创立家园。1996年，政府以经济发展与都市计划的理由，强迫他们搬离，多次大规模强制拆迁。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用尽缓慢的狂奔，呼吸着汗水的雾气？轰然的巨响堵住了所有的路，汹涌的瓦斯充满了整个民族的胸膛。为什么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找不到留在家乡的门？在那边啊，是啊，对，如果在你们直接走过去，没有，我们从，因为我们在后面没有看到。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离开碧绿的田园，飘荡在都市的边缘？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用尽缓慢的狂奔，呼吸着汗水的雾气？老童要啤酒还是要可汽水？汽水哦，好。哎，我帮你开哦。哎，哦，哎，谢谢，不。好，我来到山阴部落，因为多年来政府从我们搬住在这个地方，已经大大小小不胜次数了，20几次都有被拆。那时候周县长大力的把这些山阴部落的族人把它拆除，那时候才有一些民运，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打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主题曲，所以这几年来就是我们用这首歌来表达我们的心声。哦，我离开故乡，来到山阴部落，是为了求生存。想不到政府来敲打我们家，还要把我们赶走。咿呀哦吼嗨呀吼咿呀吼呀。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情境有没有？好像来到山阴部落，对不对？来到异乡的感觉一样哈。那离乡背景到这个部落，让你们这样自己改。来到山阴部落，是为了求生存。想不到政府要来国光石化，要污染我的家。哦嗨呀，咿呀哦呀。
存。想不到征服，要改过方式吧，要污染我的家。咿呀吼嗨呀吼，咿呀吼咿呀，咿呀吼嗨呀吼，咿呀吼咿呀。我现在从上面看才知道，原来我们昨天过的河是这么漂亮。你看到自行车道了？有。3公里哦。直接走，不要看，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一直走，一直走就对了。奇怪，为什么不让人研究？研究也是一件重点呢。真是的，研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你们好。嗨。你好。去大溪。去大溪。好，谢谢。我一路上也遇到太多小吃部不是卡拉 OK 了。是吧？好。当公民会不会驱赶？有一件会不会拆除？所以像这样，所以如果你想想，如果全国的人都住人民公社，学长果是共产党。好了，全国的人都住人民公社，像北韩一样，水电瓦斯连暖气设备全部都有。住平壤市的人全部都统一供应。学长，那你就住北韩吧。平壤曾经被列为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曾经啊。学长可以搬过去啊。你们好。那已经可以确定住警察局了啊。那还可以住哪里？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到那边连豆干都没得吃。你们好。你们好。你要录影是吗？啊，对。对一个鸟啊！大家都不想回答了，是不是？要说我们要走去大溪啊。他也不会讲。对啊。你好。Hello。你每解释一次我们在干嘛，就会发现你解析的色其实都会不一样，每次颜色不一样。越来越简短，有没有？对。你好。好，很好，非常好。我要拍一下图样。你不觉得整条路这边最适合睡吗？我已经决定要夜游了。你要夜游？有什么的？耶！不是我叫什么？我不要。米啊！认识不到我太多了。
在失恋的时候再说。好，我出来，我出来。我想要顺利的走到大溪，就是我们我没听到车子声音哦。你们在大溪啊？有没有搞错？对，我知道我们在大溪啊。他是从这里找到。我赶快走到。有摩托车，我们要不要拦下问路吗？好，来。你们怎么去？用走的。用走的哦。用走的。对。确定？对。确定。大概还要走多久？还要90分。90分钟，1个半小时。嗯。好，谢谢。哎，这个。等下8点开始走，大概9点半到。你晚上还没吃哎？你吃不吃啊？这不就我就不吃没事吃了开胃了。没敢走下哦。听到吃真的会开胃。你吃个柳丁应该就不会了吧？吃个柳丁好不好？我要非常感谢我妈，她让我记得带湿纸巾，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吃柳丁。谢谢。谢谢妈妈。如果真是一直吃，还有谁要卫生纸？有人要吗？有，就是这个吗？没有。好，太夸张了。我要。哦，你干嘛讲的那么慢？总统都这样嘛？这个夸张程度简直。总统都是等到选票压迫的时候才会讲话。总统都等到人家不要了呢。我觉得我现在累到只要有床，我就可以倒下去就直接睡到明天早上。不需要床。张忠的制服实在是太好用了耶！张忠文教员，中文长官。你就知道这个时候想要讲歌啊。吵死了！哎，这样有没有遮到？这样有没有遮到？有没有遮到？哎，帮我看有没有遮到。OK 啊，好，这样就好。那灯没挡到好。没有。好，那就这样子。那很像我。伫一个暗暝，是黑暗的暗暝，暗乌的气氛，高高密密，把空间塌掉咧。无爱互青秀的光明漏射伫涂骹。迄个黑暗，虽然伫几百层的土底，也是经验袂着，是未曾有过惊人的黑暗。因两个毋知影徛伫什么所在，也毋知什么是方向，毋知徛的涂骹是毋是会知，也毋知徛的四周是毋是危险。因为一片的暗乌，目睭已经失去了作用。因两个已经袂记得了一切，心内无怀抱着惊吓，也无希求慰安。只有一种的直觉支配着因前进。哎，行李放下，行李放下，睡觉啦。睡几点？2点半了。我们找到地方睡了。我不晓怎么解释，反正 OK 啊。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是手机白痴。我不晓怎么解释啊，不过 OK 啊。好，晚安。你说你要什么？他没问我睡哪里。你要棉花棒？要不要？我不敢跟我妈说我们要睡这种地方。店员没有注意看到，都是看颜色看到。或者是看到，如果是，日本没有把做那个。美丽二。贝利多少钱？阿贝，
这花甲草，拢你种的，足水的咧。阿伯，这花当你种的吗？35克50瓶。不好意思，请问有人吗？这里是听到龙潭要多少钱？龙潭哦，我没有搭过了，大概就是10几20块而已，就在前面有一个站牌。有。对对对。好，谢谢你，谢谢，不会不会不会。1、2、3、4、5、6、7、8、9、10，这样有100，这里是100哦。对，应该不会超过200啦。不可能会200了。那提顶，然后现在提顶沿路走下来。我过来一张笔。他昨天已经来过了吗？昨天去过了。哇你嘞！等一下切到3亿，看他是同一个画面，他会怎么跟他解释？那个选举的，那选举的，披头。林世贤又来了，林世贤你很慢。今天到这里来，不要来教会我们，都是来听取各位的心声，不要来教会我们。如果各位认为我不该来，我昨天就不会承诺要来。钟老他现在住的是他小孩的家，所以我不确定说到底这栋房子有没有钟老他的自己的设计，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文人啊，然后文人的话，他对他们的那种艺术的，对于艺术，对于一些生活，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然后有的会，如果是他们自己设计房子的话，多多少少都会表现在建筑上面，对。原本钟肉镇这边就是一个点啊，然后因为后来大家就决定说没有要去找钟老这样子，所以就折中的办法就是到钟老家外面走走。对，这个是5分。不是，我觉得我超想笑的。有人在家。有没有门铃之类的？哎，这旁边那个点，你把按门铃。哎，不要到边上面看一下就好吧？对啊，看更奇怪好不好？好吧。
我问一下，就是这一栋房子是那个钟老他的儿子的。店是谁的？我不晓得。好。因为虽然是邻居，我们这方面我们不予置评，我们也不去打听人家的私事。你要详细的话可以问他。好，谢谢。哪里？谢谢。他平常儒雅的老伯伯吗？对，是一个儒雅的人，还是他身上有没有散发出一种对，是一个豪迈气息？对，还是一个很豪迈的人这样。有啦，有互动来讲，跟邻居互动是还好啦，因为他比较少出门。因为他大部分在家。他是个蛮热情的人，可能因为年纪大了。你们没人去应门吗？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联络，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他是蛮热情的人吧？可能你们小朋友，他们可能会更欢迎你们小朋友。真的啊，那我赞助你们香肠吃好不好？不用。不用了，不用。生活了，不用。没关系啊，反正就很希望我小孩也像你们这样，很正面。他每天都泡在网咖里面，心好痛。所以说我看到你们这样子，就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应该够吧？够了。浪费掉2周天钱。放着。反正好玩啦。玩好多真吗？不会。谢谢。但是要记得我。谢谢。去的话，可是我觉得去了龙潭池就不用去。我们去过去也讨论。先想一想，然后等一下再讲。然后听完之后，要记得把别人意见听进去啊。我们去感受他的那种热情，然后就是，并且借由看着他的那个热情，然后激发出我们心里面这些什么，然后并且我们去亲自去踏那片像鲁冰花里面所写到的茶园，请他介绍一下客家的那个茶园啊，然后还有就是客家文化，然后就是到最后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合唱鲁冰花，他不一定是文绉绉的讨论，也可以非常热情。那或许别人看起来很像是他带我们去那片茶园。那也可以是我们跟他相约在茶园，那也许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那绝对不是他带我们去。我是觉得啊，如果大家有办法 handle 那个时间，就去啊。我个人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我是觉得啊，我们那个与其是那个龙潭湖，你就不去，其实是还好，因为真的都来了。而且，其实钟老师这样讲会不会有点难听？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年纪了啦。我觉得我们这次如果没去的话，应该，虽然我必须老实说，我跟他也没有很熟啦，不是很，我也不是说很特别了解他还是怎么样。可是他的名字真的是我从小到大常常听到。就是我被猪肉摊的阿姨感动了。我觉得要去试试看，不管之后可能会聊很久。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能力，我觉得到时候去都是他来招待我们。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太多的了解或者是想法，可以让他算是互动，变成说是他单方面在照顾我们，或者是在那个，就是要有一个坚持啊。为什么就是很容易就这样受到影响？我觉得这可能要想想看呐。我是持反对意见这样子。好，那不去了。等一下，想一想再说，想一想再说，不要这么快。第一回合是33。对我们来说啦，上一代给我们太多的。
上一代给我们太多的压力，给我们太多的期待，然后他们社会期待我们成为怎样的人，然后我们在这个体制的限制之下，我们也想突破啊，可是突破之后呢，并不是说我们就只是好像一般的人这样子，然后就什么都找最简单的。好啊，就这样了，不想讲太多。其实这个时候也可以分组。分组哦，不要，这种事情不要分组。这种事情不要分组。所以决定好了吗？要投票了，要去的举手，不去的举手。变成4比2，不去了，很好。他也发现我没什么坚持。好，那再来下件事情是什么呢？有人要买存粮了吗？好，我们去买存粮。你要这个还是这个？你喜欢哪种？我随便啊，我就觉得这。建顺，你要思考一下我讲的话。你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所以其实不用每一件事都一定要。我是听完刚才猪肉摊老板讲，我才想去。回归到最开始的旅行地，你会去很特定说啊，我决定要这样子，就一定要这样子，不完全，也不一定会是因为他们一句话决定，可是你会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强迫啊。我没有说你强迫啊，我只是跟你讲这样。所以我有听啊。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钱哦？拿去结账吧。有没睡这么多的吗？还是都睡？这个更睡更多，这个好一点。我是被猪肉摊老板给感动了，就是去就有机会，不去就没机会。哪一种比较好吃？你会问谁？你去结账去。是法兰酥的那个。3包100，你问他有没有再卖1包？那你不要那个刺会容易嘴巴干哦，不是我要说那种小的吃。那这种嘞？这个吧。哦，好，你有没有钱哦？拿去结账吧。你要打个结吗？打起来就好了。打个结，水才比较不会流进去的。这个里面的包装是有密封，是还好，因为这种袋子中老在里面。中老在里面，飞龙。人家说不定出门去了哈。钟老师，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加巴黎，拜拜。拜拜。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不冰冰。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如冰花。鲁冰花是我们共同的成长记忆，出自于钟肇政老师的同名小说。他是台湾重要的客籍作家，作品里充满了客家的茶园与农村意象。鲁冰花谢了，留下粒粒种子，明年又会开出一片黄色花朵，点缀人间。而在这一开一谢之间，使茶园得到肥分。
然而，人世间的可贵的天才之花谢，到底会留下一点什么呢？他迷惘了。明天早上我们6点就起来，然后东西弄一弄，然后就是去看公车时间，然后还没到的话就是买早餐逛一逛街上，然后时间到了就坐车去北埔，然后北埔逛到中午吃完午餐，然后就往石头山前进，然后就开始爬石头山，然后问看到庙，然后表伯就要找住持，没有，不要插，让我讲完，不要吵，明天的行程是这样，有没有 OK？ 有没有问题？没有。可是它这个里面在修复。在修复，这根本不能进去吧？没有铁丝人住宅啊。您讲回去。我觉得是不能进去。修复中哦。修复中根本不能进去。你可以在里面走走看，反正他不会管你。我们走到他们开门吧。里面没有人。里面没人吧？里面没人啊。工人没关系。去扫墓了。啊，这啊，撞到了。不要，今天那么衰，你们进去啊？进得去吗？我们的背包。我们背包进得去吗？觉得他进去就进不去。你进不去啊？好，进去了。哦，进去了。等一下。锁住了。我睡在旁边。门是开。到底不想进去奇怪。这群人有病。这个门跟那个门，感觉这边会比较小。没有，是因为错觉。哎，北北，请问一下，你是江家的人吗？不是哦。我是住在这附近。哦。那他为什么要？乡下人要到下午3点多钟才会来。他要来这里拜拜。早上来一次，傍晚来一次。北埔就是主要是江家人在开垦。那时候他们是闽粤合作。北埔的开垦第一个来的是江秀銮。他们其实就一开始是开垦，然后后来也是都删了。他今早才有钱做盖这么大的庙。为什么不进去？为什么一定大家都要进去？没有一定要进去，我只是想知道。我不能下次来的时候等它修复好我再进去哦。我一定要看人家没修复好样子哦。你房间没整理好，你就让人家进来吗？对啊。我现在在跟你们讨论，不是在规定你们。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等到人家完成弄好才要进去啊。对啊。因为第一他是人家家庙，第二人家今天清明节，人家江家都没有，你凭什么来？而且他们现在在整修。对啊。你看到的不是真正完整的。就不是完整的，你为什么要进去呢？你为什么不要等到它完全好了之后有空再来看？对啊。那你们都不想要把握机会看它被改头换面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是接近真实。那你怎么知道它改了之后不是更接近真实，是更接近不真实？也有可能对，但是你没有在这个时候去，你根本因为这样感觉哦，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个问题，然后讲了 N 百遍还是一样啊？
也太陡了吧！车去，这可以到石头去。它到最高点是到那个望月坪嘛，望月坪再往下走的话就是到石头。哦。奈何汉诗中长舌草木怀，有入总心经。知趣诗言尽，遥闻钟磬声。写的便是他途经这座山的情境。这座造型像狮头的山，在日治时期就已是台湾风景名胜。整座山寺庙多达11座，其中圆光寺，也就是狮岩洞，建于1895年，正是日本统治台湾的第1年，是狮头山最早的一座寺庙。你是真的要摘还是假的啊？把它录下来就好了。把它录下来啊！不要了。一波起的问题。那只是爽不爽的问题。黄敬顺。哎，真的是可以吃啊！哎，你们这样那么拐着学弟呀！啊！不要玩呐！回放。喂，你等下怎么弄断呢？不要踩到，不要踩到。摘不到了，这个。哎，不要了。这只太鸟了。回来啊！超好笑的，我快摘2颗下来了。走，他把它射了3颗吧，我看到3颗掉下来。哎，把它捡起来，把它捡起来。捡你个头！太好玩了。喂，掉去哪里了？我的木瓜。哎，看到了，看到了。好了，该收了。下来看。我突然间看到那边有梯子，不怪那么痛苦。谁有没有水？我有水。因为我手上沾到东西了。过头隔天都会很惨的。好像有姑婆芋去弄到。我的妈！姑婆芋，你不要吃到，基本上还好吧。学长，水丢下来给我。等一下，我水在上面哦。跟你说的没有水龙头哈。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有被汁弄到吗？有。就是弄到了。放在家，我等我一下就好了。哈哈，来干嘛？所有都是自阿吗？自阿是欧洲阿鲁法。就差。哎，这个。我很喜欢这样子，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比较希望自己一个人走，然后就是慢慢走，然后我的相机可以录音，所以我有时候我之前去森林的时候也会，就是等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录音，然后录那个鸟叫跟风声这样，然后因为奈何他那时候是他写的诗啊，我在想他如果真的是晚上来的话，应该是真的蛮恐怖的。我觉得我曾经写过一首还蛮好的诗，那是在国中的时候，但是现在最近怎么说，书看的比较少，然后停下来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感受会比较浅一点。然后我觉得我还要有时候我觉得要等，就是不是想写就写得出来。那我会尽量去尝试，然后我也曾经想过要当作家，但是我觉得还是当兴趣好，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我还是觉得这个时代的速度太快，我没有办法完全停下来去想做我真的想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很多时候一直被着干，所以很多事情我其实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迄夜上山行，飞虫乱扑顶，异风转下间，怪物鬼现形。林火散番珠，晚景灭秀明。棕蛇草木客，一路壮心经。知气西岩根，遥闻钟磬声。倒闻伊午夜，礼佛游玄经。明天气冷，阴啊。冷。都快忘了这回事。要不是刚刚有一个慈善传简讯过来呼喊，我真的是醒过来没睁开眼睛，我就想说，要上课要赶快起来。然后后来睁开眼睛就，干嘛想这么多？真是的，又不在家里。哇，这一路是楼梯一直下去。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边有地方可以让我们过河到对岸吗？过对岸啊？嗯。不然你就朝近路这边下。从这边。这条路下去。这条路下去要过河哦。哎呦，没关系，要走水哦。好，没关系，没关系。这边下去有。这边有一条路。哦。这边有一条那农业道路。嘿，从这边下去过来，过去上过去。过去，你走过去，哎啦，你走过去，那边就可以。有，要吗？要下去吗？要下去吗？走。好，谢谢北北。谢谢阿北。哎，我今天找一只棍子来打蛇比较好吧？很热血。很危险哦。干嘛？一直往下有路就走哦。是吗？反正就是你看到人踏过的痕迹，就是一条路。对啊，超赞的 feel。按个手印啊，反正都有粘土。哎，好啊，按个手印，手印。呀。有啊，这样子哦，有啊，这样子大家都有。真的很浅呢。超浅的，如果你这样子有，那我也有啊，只是太浅了吧？再留可能保存不下来哦。那把这一整块割下来，放什么要到的？啊，当选总统就会有。什么选总统？选总统，我说你还要跑到这边来，然后跟众媒体记者还要跟你下来，然后展示说这边是我什么时候来种油的时候下的一个手印化石。为什么他讲的他好像真的要写？大家都在闻他真的要写。他听起来就感觉他自己很想选啊。试试看嘛，有机会的话，也不见得有人要推荐他。看造化。对啊，你还要加入党派，然后还要刚好提名你，这还好。哎，子平啊，我不需要法务部长，我只要教育部长就好。你当教育部长哦？会昏倒，不要。但我以后怎么放胆把我的小孩放在台湾？等一下，问题是我们的溪在哪里啊？溪啊。溪。为什么？对啊。就这边啊。有吗？哪有水？不是水啊，是哪一个？那中间空掉那一条吧。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吗？我觉得我肩膀很痛。中间那个线落那里吗？回来了。从那边吗？那边有好下。那边哦，那阿贝，你带我们走可以吗？我带你走过去，我再走回来。他们是看我们这一走那么久，所以带路过来。看不下去。看不下去了。对，看不下去了。所以你再这样走，你们走到今天晚上也走不完。那边的羊是有人养的，是我的啦。你的。我的啦。太酷了。羊骨头。哇，美女很扯哦。这里开。还好这边比较不行。你要走这边，不要走。
急雨势倾海，大风怒掀波，溪水河漫漫，汉岸雕土高，注得桥已倒，不涉江奈何。行有当忧盼，相助自可歌。何以手交满，涉足入风潮。涉骨相颠倒，流急行车道。阿伯，你们八八风灾的时候啊，这里没事啊？因为土石流翻开来，然后又被清开，这里被清开啊。所以如果现在让你回到都市，你也不想回去了，不想去都市，再留在这边山上的。都市住不习惯，住不习惯，就没地方跑。啊，都市没有像这种地方的，住不习惯了。反正现在50多岁的人有限的啦。阿贝，我可以拍一张照片啦。可以照相一下。跟你拍照好不好？我乡下人那么丑。没关系，没关系啊。阿贝，我觉得你超帅的，超酷的。坐着坐，坐着坐，哎，真的可以。轮流拍，轮流拍。10、9、8、7、6、5、4、3。出来了，出来了。哎，4:20，我看懂现在吃的东西这就开胃了。大家吃早午餐。真的哦。我不饿。brunch。现在东西吃了就开胃了，相信我。不要那就直走啊。直走。好，那就走吧。等一下，不好意思。你有声音哎。哦。我要听，我要听。哦，这有声音哦。不管里面有洞是正常的。没有纸。有。对啊。可是纸不是通常都粘着吗？对啊。那可能是因为那个还没成熟的时候。哦，有纸的声音。赞。所以现在是没有吃东西要直走吗？我突然摇摇有震动感觉。真的应该这个摇摇。要直走的举手。耶！好，走。好通过。对，好险，还因为刚好今天没有太阳。比3比3。看我走。OK 棒，这个 OK 棒，你们唱懂？他袜子太薄了。这个还好，这还双氧水，双氧水再就是那种重要的油水。哇，那个油水，有塞那个，就把那个贴的意思一样，你另一边也贴着，你一边先贴着。我听说他们快要晕倒了，很结实，还好吧？你有憨我？他说喉痛了，有憨我。你们有水可以给他喝吗？有我水啊。这里很好嘞，没有憨啊？谁要痛？啊！打下去，你3分钟之内就睡着。我觉得我现在躺下去3分钟之内可以。大家都差不多吧？现在大家都差不多嘛。我还好。你赶快吃7粒瓜来补充体力吧。不会啊。对啊，比起吃中餐，我比较想要睡午觉。
方比人非体，人非体。他家的超丰盛。干嘛？你抱错边，你要先对先抱啊，蠢哎！奇怪，这些男生。就没有抱过，我怎么知道？笨笨，你回家都不会跟家人抱。我现在想，就是想一想自己在这几天到底看到了什么，或者是到底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也想，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6个人会太就是人太多，那意见也多，但是然后我们可能都会选大条路走。那一个人的话，就真的可以随意逛，然后可以找到一些可能就真的可以走比较小的路，然后没有看过的东西。看到我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客人，一般的客人。你会对料理特别有感情吗？不然我们就是非常，因为家里的人都很喜欢吃。因为我们在台北待习惯，台北的步调非常。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感觉让我生活的很自在、很快乐。对，因为他生活步调不是像在台北这么紧张。对。那就是我就安安分分就把我摊子顾好就好了。其实我们那真的，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都在念书嘛，然后10几岁，从以前念到国小先念到现在啊，都已经念了10几年了。那其实。好像就是我们的目标跟那个方向都只是在课本里。那真的有机会自己这样出来看看走走，真的很少啊。然后真的不可以。不要急。喂。我不用，我在吃东西。对，好，你们先回去哦。好，再见。我们的那个旅行的同伴在问我，所以就是你觉得台湾要跟大陆这样拼，是不是不太可能？然后你会希望？当然不是。我现在所讲的是说，台湾现在这么乱，为什么这么乱？政治人物搞出来的。从一个陈水扁搞到整个台湾这样鸡飞狗跳，是不是？那其他的就不用讲了。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会从一家公司，然后必然觉得不错，我来这边做个小路边摊？因为真的很绝望。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台湾人还是相当可爱。
难道是那些政治人物真的是把台湾搞到这样子鸡飞狗跳？所以我觉得你的想法跟我有一点像，就是明明就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么想，可是就偏偏又是他们少数人在操控。所以啊，做好自己就好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子，就是做好自己。西滨要骑多久？西滨哦，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啊，基本上火山这里。如果他没有骑很久的话，那几台？往这边啊，往对北边。那谁要走台13呢？在里面吗？对，他在里面。他在里面这边啊。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大埔那边的性质跟国王石化比较像一点。对，那后龙它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那我有兴趣想要去碰触看看。那也可以跳过后。干嘛跳过后？还是你们2个都要去啊？我有那种兴趣想要去碰触一下，不一样。都要去太赶。因为同样是环境议题，他们背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但还是不要停大。不要停大。不停大奖的话，你明天就一整天就在骑脚踏车啊。对。不然我们可以做更好玩的事情啊。这样分2组哦。一组大埔，一组后龙，好哎。然后敢吗？好分。好就分啊。分。分，太爽了，太爽了！真的要分吗？真的要分吗？分啊！为什么不分？后龙性质是不一样的。还要再回来。这样就比较刺激。后龙湾堡自古就是台湾西瓜的产地。是一块种什么长什么的优质农地，但在2008年12月，苗栗县政府计划将湾堡175公顷的农地变更为科技园区。在收到征地通知后，湾堡居民才得知消息，随即组织自救会10多次北上抗争。他们提出土地正义的概念，强调土地与人的价值同等重要。政府的不当征地，反而凝聚了当地人对土地的情感，团结对外，成为土地抗争运动的模范。大埔农地位于中港西平原，土壤肥沃，稻米产量丰富，但因为地处省道台一线与中山高附近，所以政府与财团共同规划，准备将大片良田变更为科技园区。但这决定却没有得到全部农民的同意。2010年6月，一辆推土机开进了竹南大埔农地，将大片即将收割的稻作连根带土铲除。这个由苗栗县政府征地造成的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我要看旁边风景，就砰直接撞上去，就是有没有起水泡，然后就是眼角跟嘴泡一起没了。就是刚才撞到电线杆之后，就是脚踏车的后轮要坏掉了，修理一下。这是，为什么不能够往前是怎样？没有，哎。靠！以后你怎么歪掉了？先研究一下，除了把轮子拆了之外，还有什么？事实证明，越好的脚踏车越夸张。伯啊，恁会当帮阮撬一下后轮无？啊？会当撬一下后轮无？后轮啊？后轮头早伊弄掉，小可歪去，会当看觅者无？看下去。嘿啊。
感谢阿伯。哦。你可以先下车吗？哦，可以啊。痛死了。应该还要在附近问问吧。问问看。我在猜啦，这应该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因为刚刚已经经过2个工业。好像是。后面还有一个。去年3月啊，那时间差不多。差不多。抗议是5月嘛，对不对？对。走啊，走，我们去问一下。去问。问一下，去问。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要讲问话，请问一下，这边就问大伯，这边是大伯吗？啊，他们在忙。那你要问谁？问里面的。问那个。哎，先生，不好意思，那个之前新闻在炒的大埔征地，就是隔壁那边哦。大埔在农地在抗争那个，就是这里。这边吗？底下吧。对，隔壁那边全部都是。对，那铁皮围起来了嘛。好吧，我们先去问其他人，这个公众我们不要打扰。好，谢谢。阿姨可以问一下吗？就是这边是已经是湾保了嘛？一个去哦，那个大坑咯。一个路坑刚才搞条边呀。那种大部分都是在那边比较有影响力啊。这边的可以他们征收啊，他们就是有起来抗争这样子。伯你好。好，谢谢。我哥哥因死因就是为了这个征收问题现在政府要强硬手段我也没有千面面色，我哥被他害死，家里还有小的小孩，家破人亡。他就是阿林的这个地方，他住这边，他这个礼拜天要都会出山。这个被他抓，陈文斌第2庭的连长。这个是苗工会长，这个江松茂。我还有很多资料，我再拿给你，我现在每个发给你看。我们这里很冤枉，对这个迄个咱领导来迄条南北，靠甲高速公路以东的，拢是科技园区的迄个所在。伊即马县政府县政府讲要缩小范围，缩小范围，阮嘛是，反正你安怎变更，阮拢办，阮拢办。我本身已经5代在这里生活了，我是第5代的，我还有下去儿子跟孙子第7代的，所以对这一块土地感情好像就儿子跟孙子一样，那种感情比那个感情还深厚。我们这里362公顷以内的这个范围里面都没有工厂，所以我们这块土地真正可以说是优良的农田，也没有什么污染。他们县政府说我们这个是鸟不生蛋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产值可以说是苗栗县最好的地方，尤其这一期的所种的西瓜，是台湾全省品质最好的西瓜。你像我们在宪法第15条规定，人有什么权？地上权、工作权、所有财产权，这是违宪的。政府是违宪的，包括后龙、湾宝、台中、美浓，包括桃园、台北，这都被他征收了，这个相当不合理。你看，协助工业区它不去开发，还要征收我们这块良田。这个事情真的，我们觉得非常可恶，非常可恶。
他的手段非常的粗暴。你刚才骑脚踏车这样过来，他只要旁边是违停的部分，都是他征收。所以当初你们知道的时候是他们早就已经规划完才要征收。没有，他确定要征收了，对不对？然后他的寄公文给你说，哎，你的房子跟你的土地在征收范围里面。我说啊，这只跟范围里面，而且他都找一些可能跟他们有关系的政府要开发有利益关系的人去开会。我们这个在征收的时候，很多当初其实更多人在反对，然后更多人都不愿意，然后就是他就每天打电话来，他针对那些老人民。我说阿伯，我不会骗你啦，阿姆我不会骗你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说不会啦，征收以后哈，那个土地变更地等啊哈，会变出好价。再来，他征收这一块。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啦，他征收这一块不是，他一直讲说什么科学园区要用对外消息，其实根本不是嘛，他150几公顷，其实大部分都是要变成住宅区。是不是觉得盖工厂是正当理由啊？可是你说炒地皮，就很夸张，就很干，很白目。这再次凸显 M 型化社会多么夸张。你看那个土多高，它到底是挖了多少？那些挖起来的土都是丢掉。对。而且你看那个土以前可以种多少米，那个可以受惠多少人。年轻人就是要站出来。年轻人假如不站出来的话，这个我们社会会很不公平啊。这个政府他哪有跟你谈条件的空间？就小小的一个，好像一只蚂蚁一样啊。人家谁听你的话？你又不是民意代表，又不是什么东西，人家谁听你的？真的，这个我们台湾真的还很有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我非常给你们鼓励。其实这样看着这些田啊，就是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国光石化转迁国外，你6篇里面就有，不对，好，这篇7篇里面就有1、2、3、4、5篇是帮国光讲话的。这边算2篇了。不，这边算我这篇跟这篇是2篇，所以7篇里面有5篇。如果国光石化无法留在国内，国内重大投资将会减少，因为国光1期投资额6000多亿元，2期8000多亿元，短期内要找几个行业投资替代，并非易事。他还指出，国光不做，对中油、台塑的良性竞争也有若干影响。中油恐无法与台塑竞争，将变成台塑独大，关我屁事啊！拜托。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其实看了也是会难过，毕竟是从养育我们的这土地被这样自己破坏。祝福你们好运。好，谢谢。没有，多谢。别，咱为了这块土地，大家共同拍拼，不要紧。好，年轻人，咱台湾也有希望。哦，好，没关系，好。阿伯加油。好，加油，大家加油，大家加油。好，好，谢谢你们。好，对啊。好，谢谢。好，孙家。而且还漂亮吗？别，不会，不客气。怎样？到排沙屯啊？阿飞，我叫你感动着。没有，我足感谢恁这少年的哦。恁这彰化高中家，我看了过做安尼，我感觉心理上真的好像感动了，好像要哭出来，眼泪好像要掉下来。好。
好，你若有啥物迄落吼，咱随时联络，大家互相来。好，好，再见，好，顺行，开开慢点。好嘞，好，开开慢，安恁知啊啦吼。好，知。遮尔啊宽的世间，就一个我，哪会遮尔急躁？倒一处违反着法律，倒一处抵触着规则。犁好的田，煞归属予官厅；种好的稻仔，竟然得袂着收成。遮尔啊宽的世间，就一个我。哪会遮尔急躁？不要跑！要请到印尼啊，要搬走了。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无求也该死哦！你无代无志，听着恁囝我甲互有保财，囡仔手咧安尼排查，伫路伫咧撞我跋跋倒，恁大人跋倒赶紧，囡仔莫甲我摔着，你是咧做啊？安尼就对啦。每个人赚钱。比较生活了。看百年人吧。
绕了一圈的意义是什么？绕了一圈的意义就是海水浴场往那边走夜走。然后过去应该没路了吧？哇，刚好怎么没有盖完？要盖就盖好嘛。这边应该还在盖，不会有路啊。正在盖而已。对啊。所以就是要这边回转。看起来是有路可以过去，因为有那个车子开过痕迹。那你骑为什么不骑好路？那确实是路啊。一定要走这种路。我是想进去，所以我要研究这要怎么过。那是可以上去啦，只是不好骑。那边写请勿由此进入浴场啊！不要啊！我抗议！小心小心哦，安全帽小心哦。不，小心小心。还有别台啊，只是帮忙。来，过来啊！无法理解这条怎么停的，怎么办？小心小心小心！你先过来吧。学姐，这台车怎么停？好，看不太懂。OK 哦，东西可以哦。我要求分组。导演，我恨你。进去了以后才知道里面是海水浴场，我觉得很棒啊。可是导演叫我们多待一阵子的时候，雨季只有那一边塞车，有人不高兴，那谁高兴得起来？凭什么因为他一个人不爽，大家就要跟他一样？本来最不想拖时间的就是我，结果车一摔，我也没办法控制场面了。对干扰行程，我写了我的道歉。我决定不说话了。语言是魔杖，有些话讲太快就脆了。之前为了某些事，大家吵成那副鬼德行，只要不说话，一切都没了。反正我要表达的，懂的人就懂，不懂就算。毕竟每个人对语言的应用都有限。我觉得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有人觉得有路就闯看看，想看有什么惊喜，而我和雨杰就觉得没有必要硬闯。或许里面真的很漂亮，很值得我们去看，但前提是必须不犯法。万一里面是私人的土地呢？在这个地方，我一直在想着，到底什么是冒险，什么是保守？沙田千顷望雾崖，杂树寒芒一片遮。方向已迷心已乱，无人野狂入西蛇。
想跟你们说一些话，然后这个是我给你们一些问题，但是你们不要回答。然后路上的时候，你们可以想一想，要想清楚刚刚为什么情绪会不好，或者是什么。你进来之后，你真的不喜欢这里，就是这里真的让你这么讨厌，这么不想进来，或者是你觉得进来看看有没有关系？旅行本来就有很多变数，它不会永远在你的掌握之中。那变化，如果我们这么小小的变化都接受不了，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怎么有把握把我们这几天看到的收进我们自己的心里？这你们慢慢想。好，那要走吗？要继续骑哦？可以吗？可以吗？继续骑哦。可以吗？前面接了，等一下啊，前面接我了。等一下，哦，拍谁？抱歉，我戴安全帽。安全帽是这时候用的。小心啊！小心啊！用完，没关系啊，还是会过来的。他们应该不是打我们吧？他在叫我们小心啊！会扒我们啊！小心了也不能踩。谁看到不会扒我们？等一下。他如果会开就耶！松一口气。啊，谢。你们要用什么用意？应该是新闻给我们公所嘛，不要用这种新闻，因为你知道我们里面有跟业者在上法院在告，你知道吗？你还这种新闻，我们会以为说你们是要进来破坏的。没有。对，你有如果不要拍片什么，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很乐意跟你们配合才对，而不要说我翻墙，人家看的形象也不好。对不对？我觉得没有啊，我们都是出来玩，都好奇啊。然后从另外一边就进来就要出去。但是就是说，里面就是有些问题被对外开放才会。没有啦，我们真的没有破坏。我们真的没有破坏。我也不想扩大，你赶快撤吧。好，谢谢。谢谢。有需要你就跟公所联络，公所可以，我再给打电话，我再给你看人。好，谢谢。台湾的海岸线每年都在倒退啊，西部海岸线都在倒退啊，就跟我们的政治水准一样嘛。好，这样。超诡异的啊！我去问他说，阿伯，有前面家开采砂石，你敢讲啊？就做工课啊！我靠腰嘞，这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吗？不是啊，他也是受雇于人啊。
怎么走比较好？我不知道啊，你要转一下直走。可是刚刚台中往这边走。直走，直走。直走，直走。到61了，走61吗？摄进大安溪，穿行万里街，街声才过午，日影已斜西，问路人情报，笃定行不迷，遥遥甘步里，中河结梦鞋。要走海边吗？风会不会太大？就会到台中港了。那如果一直直走会怎样？啊，一直直走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啊，所以现在是，哎，要不要弯17？不用了，就直走就好。好好。喂，你好，请问是吴胜老师吗？对，我们是客家电视台的赖河区壮游纪录片拍摄的里面的6个成员其中一个。对，就是我们现在人在清水这边，那就是我们明天可能会先到鹿港，然后再骑脚踏车到大神方院那边的湿地。我们今天就会到鹿港。对，那大概是下午。那我们想要跟可不可以跟吴老师约在那边见面这样？谢谢吴老师，谢谢。你刚刚怎么讲电话吗？干嘛？这样吗？你这样子哦，你这样。你看呐，你看呐。你看。喂，吴胜老师吗？我们是6个赖河壮游的志愿者其中一个。你都走在旁边一直转，一直转，不好好照着你。我觉得手机怪怪的。吴胜是台湾重要的乡土诗人，他在《岛屿湿地想象》那本书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就是我恨不得将诗句化作刀剑，刺破那些贪婪的胸膛。就这句话，就是整个 shock 到我，就是原来诗也可以这样写。初过青树地，兼指夜色迷。不知行医道，犹自问俄西。
到市区，然后还要10分钟。所以我们要上路了，谢谢。脚踏车吧，应该没有那么远啊，因为就我记得应该也差不多了。老练啦！不用袋子哦。不用袋子啊，搓一搓就好了啊。等一下，我拍谁？好了，这样好了。好快哦！还是很快了。大哥，我们已经到普天宫了。正门，正门。这个方面的90个问题都可以问我。好，好，坐好，好，好。啊，这我女儿啦。好，方圆国小1年级，好不好？你不要给他搭讪了，你。干嘛？不是，他有拍过纪录片。啊。哎，继续，他是中叶奋雪啊，中叶奋雪啊，我把这个摊地哦当做我个人的人生赌注啊，我现在还是在做水电，但是如果我还是去彰化或台中做水电的话，你们来我就没有办法招待你们，所以我用2、3年的时间去把它做一个赌注，我希望把它比如说学者专家抢到这边，如果是荒凉的或者是没有开发价值的，我是专门在去堵他们的嘴巴的，就是我专门带出行程，带出很多观光客下去，好让他们去真正去体验，因为我们都是以体验为主，好啊，等一下我会让你们做一个第1阶段的体验，好不好？好。都没有在用，走开。他刚才讲没有人在用摇，我还以为是怪。哇，好大一颗。那些个造出来了。用的，
较高，较高来点。没有晒的。有啦，你要看这个，这个是本来的哦，看起来更健康。对啊，就很奇怪，为什么不干脆一起晒？哦，哎呦。对。每个时代的都会有这样的一批有社会公益的，有知识良知的，有人间的基本天良的这些人，那来维护，不管是维护土地正义、环境伦理，还是社会公益，那你们今天这样，应该就是秉持这样的心情嘛，秉持这样的精神。很重要的是，我们台湾几十年来的执政者，一直都是用那种所谓的开发主义式的思维，在发展，在做经济的一个开发主义。那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东西可以攻击我，还是可以对我如何如何。如果我没有跟他一样，甚至比他好的东西的话，我会被他消灭，我会被灭亡。那就像他讲的，那我们全台湾就干脆建立成一个科技岛，然后每个地方都是工业园区，每个地方都是烟囱，那整个科技看起来很进步了。那这不是一种失控的进步吗？越发展越进步，你就是在破坏平衡，破坏平衡自然就要找到下一个平衡，然后要找到下一个平衡，你就要，除非是大家通通死光光了，这样就都不用平衡了，对吧？我们台湾盖工业园区是只要盖上去了，它原本就有的东西就会完全消失，不会留下任何的东西，不会有所谓保存这个动作。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我在想，我们现在应该都还在打猎。都还在坐在山洞里面，之后每天追着山猪跑。可是我们家在那个竹塘高地处那边，挨着隔壁呢。对啊，所以我以前那个常常来，叔叔会载我来这边看台，可是我都不晓得原来就是在这边。对啊。他刚刚来的时候才说，原来是这里啊，这边离我家只要10几20分。是啊，好加载，对啊。你讲好加载，若无去就倒倒倒连就丢。出来餐都没见诶。对啊，就是讲它带来的那个祸害，那绝对不只是说这一块湿地就没有了，或在地的居民的生计，就完全被剥夺了，走入湿地，听着吴胜老师的这段话，让我反国光石化的心更加坚定。这里是台湾西海岸最大的泥质滩地，也是有妈祖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最后的栖息地。但在2008年，政府打算在这里新建国光石化厂，这即将带来生态浩劫的建案，迫使彰化县环境保育联盟发起反国光石化运动。守护大城湿地，守护大城湿地。到了2011年，吴胜老师投注毕生的生命与热情，投入反国光石化运动，并号召艺文界人士共同保护大城湿地。因为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岛屿，或者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环境，已经到了警讯频传的一个阶段。在今年1月，我们彰化高中2000多名学生发起了一场静坐抗议行动，
爱彰化借我下课10分钟，希望表达我们年轻人对于台湾土地的情感与爱护。我们希望能拥有一个美丽的台湾岛，一个人类和生物共同繁荣的地方。水里有没有最深？对牡蛎的生长速度最大。它因为牡蛎是靠吃那个浮游生物，你无浸水，会食浮游生物，伊根本就袂大。在大城湿地中，浪随着风一波波地渗透到我的皮肤。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大自然的脉动。你从来都没有下过湿地，你怎能知道湿地的好？你不知道它的好，你又怎能决定牺牲它去发展工业呢？一个念头会抹掉多少人去体验接触大自然的机会？说不定你的子孙会不知道什么是科，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我们在大自然的拥抱中长大，而他们却是在水泥的世界中长大。上千位农民跟民间团体在相隔1年之后，今天重返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今天晚上，他们还将睡在这儿。请问一下，凯达格兰大道要坐哪一台公车？应该都就是到对接那边。好的，谢谢。
是接着来看到的是14题，好，14题的话呢，它告诉我们说马赫角是37度，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马赫角，那么有8个呢，声音极小，就是有8个节点，对不对？它遇到8个节点，那所以这8个节点呢，应该是怎样子的呢？同学可以看到了，我们说这个中央副线先画起来，这个是副线。词章就是这个讲文学的，再来是嘛考据。后来有一个人提出经济之学是哪一学派？提出经济之学的是谁？经济就叫做经世治民，有没有？经世济民。问你平行六面体体积，就问体积。好，我先写一下。来，因为体积是底面积乘高，好，底面积乘高。来，我问一下同学，底面积直接算好了，底面怎么算？所以底面积是本来应该是1/2乘4乘sin60再乘2倍，好吧？就直接写好了。2倍的1/2，2乘以4乘以sin60，这样子 ，OK 吗？他题目说现在黑板上3个，等一下，抱歉 ，A B C D 哈，这是 B， 这是 D。他说 A B A C A D 互相夹60度。N 减掉 mg， 向上的力比较大，造成质量 m 的物体产生 a 的加速度。那我问你 ，a 是多少？一样是10啊，懂吗？你只要在端点，加速度的大小一定都会是一样，只是方向不同，都要指向平衡点。所以这个是10，这个也是10。那你 n 不就解出来了吗？20。好，质量它有给你嘛，1公斤，对不对？你压下去多的那个力量是要克服浮力嘛，所以呢，浮力液体密度乘上排开的体积，多排开这么多体积。OK， 解完啦。所以呢，简学周期2排根号 m 除 k， 今天晚上带到快烂掉的公式，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地圈的停车场，宛如庄园的乡间别墅，被民进党议员发现，它其实是国民党立委钟少和申请的农舍兼服务处。农舍这笔也收到来宾，绿营议员批报，笑死人，笑死人。所谓要抓，就是全部都要抓啊。
清明远你游台北徒步回家，途中改骑铁马，竟能计费8日，驶游山阴部落，沿大汉溪畔至狮头山，乃折向中港尊海滨而行。山蓝海气，殊可追念。你好。路途中不是雄鹰，温顺将将。